你哋覺得一個女人生咗3個仔都入唔到你家大門，係一件好醜怪、好失敗嘅事，抑或呢個先至係一個女人最高段位嘅佈局，既攞到豪門最強嘅血緣籌碼，又唔使受豪門嗰啲濕碎家規氣，仲手握5億分手費，自由自在。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嘅輸家？我同你講，今時今日睇人唔好再用嗰套，一定要攞到名分嘅舊思維。梁洛施呢個女仔30幾歲就活出咗好多人幾輩子都求唔到嘅境界，有錢有仔，有名氣無老公。佢唔係被豪門拋棄，佢係利用豪門完成咗人生嘅原始積累，然後優雅轉身。呢種清醒先至係真正嘅人性高手。如果你都想喺呢個複雜嘅社會睇穿名利場嘅真相，活得好似我咁通透，記得一定要先訂閱我呢個頻道。我呢度唔講大道理，只講最真實嘅人性。撳埋個鐘仔，你先唔會錯過呢啲生存智慧。講到呢度，我一定要同你拆穿豪門夢嗰層華麗嘅糖衣。你以為嫁入豪門係童話故事嘅結局，其實係另一場更難捱嘅生存遊戲嘅開始。你睇下，徐子淇1000億新抱，聽落好威，但你知唔知佢連食個雪糕都要偷偷摸摸？生仔生到好似完成 KPI 咁，生咗4個先至穩錯個位，仲要成日對住傳媒笑到4萬咁口。你點知佢夜晚有冇攬住個枕頭喊？再睇下朱玲玲當年同霍震霆結婚，香港小姐嫁入豪門嘅經典樣板，最後咪又係頂唔順豪門嗰套家規。豪門媳婦要幾點返屋企，要點樣應酬，連帶邊隻珠寶都要睇奶奶面色。佢捱到個仔都大晒先至離婚，再嫁先至真正笑得出。呢啲先係豪門入面嘅真實寫照，表面風光，內裏係一間鍍金嘅囚室。你話呢種生活係幸福定係折磨？梁洛施唔同，佢由細到大都唔係一個會乖乖坐喺度等人安排嘅女仔。佢出身貧寒，老豆早走，阿媽一個人湊大。佢同家姐10幾歲就要出嚟做模特兒揾食，仲要輟學入娛樂圈。呢種環境教識佢一樣嘢，就係凡事要靠自己，同埋要睇清楚邊個先係真正嘅老闆。佢早年已經好反叛，成日同經理人公司鬧意見，甚至對簿公堂。你以為佢係唔識諗，其實佢係由始至終都好清楚自己想要乜，唔會俾人牽住鼻哥行。呢種反叛性格，就係佢後嚟行出一條同其他豪門女人完全唔同路嘅底色。你試諗下，如果梁洛施當年一心諗住嫁入李家會點？以李家嗰種深宅大院嘅規矩，李澤楷又係一個控制欲好強嘅男人，佢會唔會俾你出嚟拍戲？會唔會俾你成日拋頭露面？會唔會俾你保留自己嘅性格？肯定唔會。你入到去就係一隻困喺金絲籠入面嘅雀，每日要學規矩，要應酬，要生仔，要忍氣吞聲，連出街食碗雲吞麵都可能要問過奶奶先。呢啲咪就係豪門媳婦嘅日常。但梁洛施揀咗另一條路，佢同李澤楷生咗3個仔，呢3個仔就係佢最強嘅血緣籌碼。你以為佢輸咗入唔到門，但你諗深一層，佢得到嘅嘢比一個名分多太多。佢有5億分手費，有加拿大豪宅，有3個仔嘅撫養權，仲有自己嘅自由同時間。佢想幾時去旅行就幾時去旅行，想食咩就食咩，想拍拖就拍拖。而家仲可以復出拍電影，過返自己鍾意嘅生活。佢唔使睇任何人面色，唔使同羅禮鬥，唔使同奶奶鬥，唔使守豪門嗰啲濕碎家規。呢啲自由係你用10個豪門名分都換唔到。你話佢係被豪門拋棄，我話佢係借豪門嘅嗰種完成咗自己嘅原始積累。諗深層，一個女人喺30歲之前已經搞掂咗財務自由，
有3個仔傍身，仲有名氣同社會地位，呢個唔係人生贏家係咩？你仲同我講咩？入唔入到門？呢啲舊社會諗法，早就應該拎去堆填區。今時今日，女人嘅價值唔再係靠男人俾個名分嚟定義，而係睇你有冇得揀。梁洛施就係有得揀嗰種人，佢可以揀去豪門受氣，但佢揀咗唔去，呢個先至係最高段位嘅佈局。你以為佢傻？其實佢比邊個都精。再講李家係咩地方？李澤楷係咩人？你以為嫁入李家就係人生贏家？你睇下佢大佬李嘉誠成世人咁有錢，但佢個老婆莊月明死咗咁多年，佢都冇再娶。你以為係情深？但呢啲豪門男人嘅世界，女人從來都只係配過李澤楷。咁多年嚟，身邊女伴車輪轉，有邊個可以真正入到佢心？佢要嘅係一個聽話懂事，可以配合佢嘅女人，而唔係一個有自己思想嘅對手。梁洛施就係知道呢一點，所以佢從來都冇諗過要去做一個配合佢嘅人。佢要嘅係對等，但喺李家，對等係永遠唔可能存在，所以佢選擇唔入去。呢個選擇唔係佢入唔到，而係佢根本唔想入。你話呢個係唔係更高嘅智慧？而家嘅梁洛施有錢有閒有仔有名，無老公，呢個組合講真，有幾多女人恨都恨唔到。你唔使服侍老公，唔使應酬，奶奶唔使同姑仔鬥法，唔使每日起身就擔心自己老咗老公會唔會出去偷食。你只要做好自己，湊大3個仔，得閒就做自己千意嘅嘢，讀下佛畫下畫，拍下戲，甚至嚟一段新嘅戀情你都得。呢啲生活比起喺豪門入面做一個冇靈魂嘅太太，你話邊個先係真正嘅贏家？你知唔知豪門媳婦有幾大壓力？你以為淨係生仔咁簡單？生仔只係基本盤，你仲要生得啱，性別生得夠多，最好仲要生得夠密。你睇下，徐子淇嫁入李嘉誠嗰度，8年生4個，仲要每個都係揀好時辰開刀。你以為呢啲嘢好玩？仲要生完即刻收身着靚衫出嚟，見人笑面迎人，好似生仔好輕鬆咁。背後打咗幾多排卵針，挨咗幾多刀，流咗幾多眼淚，你唔會知。生完仔仲要負責教育，要入名牌學校，要學幾種語言，要識音樂，要識運動，仲要俾奶奶管住你，點教仔？你話呢種生活係咪你想要嘅？然後你仲要面對老公出面嗰啲女人，豪門男人有幾多個真係一心一意？你今日係正印，聽日可能就有一個後生靚女喺出面生多個，你唔開心，你引你大吵大鬧，你出局。呢個遊戲規則好簡單，就係你永遠冇資格話事，你只可以扮大方、扮賢惠、扮懂事，做一個冇情緒嘅豪門太太。呢啲先係豪門嘅真相，唔係你睇娛樂新聞嗰啲甜蜜合照咁簡單。梁洛施呢，佢早就睇穿晒呢啲嘢，佢點會唔知李家係咩地方？佢同李澤楷一齊嗰陣，李生都唔止一個女伴，佢會唔會唔知道？佢知道，但佢仲係生咗3個仔。呢個唔係因為佢蠢，而係因為佢知道喺呢場博弈入面，仔就係最大嘅護身符。有3個仔，佢就永遠都有籌碼，永遠都有保障。至於個名分，佢唔爭，因為佢知道爭嚟冇用。爭到個名分，你可能就要付出自由嘅代價，呢個代價太高，佢寧願唔要。再講返佢細個嗰陣，梁洛施係中葡混血，生得靚，但屋企窮到孫老豆早死，阿媽一個人打幾份工養大。佢同家姐，佢12歲已經要出嚟做模特兒幫補家計。後嚟簽咗英皇公司，要佢做一個清純玉女，但佢偏偏反叛，唔肯聽話。嗰陣時佢成日同公司鬧翻，又傳出同幕後人員拍拖，搞到被雪藏呢啲行為。外界睇落覺得佢唔識珍惜，
但而家諗返，呢種反叛正正就係佢嘅底色。佢從嚟都唔甘心做一個任人擺佈嘅公仔，所以當佢遇到李澤楷，李生幫佢贖身脫離英皇，你以為佢會乖乖做一個聽話嘅小女人？佢冇，佢寧願用自己嘅方法去掌控自己嘅人生。呢種女仔點會甘心入李家做一個籠中鳥？人性係乜？人性就係趨利避害。梁洛施揀咗對自己最有利嘅路，佢唔需要理會外界點睇。呢個社會成日將女人嘅成功定義為嫁得好，但其實嫁得好只係其中一個指標，而且係一個好唔穩定嘅指標。真正嘅成功係你有得揀，而唔係被揀。梁洛施就係有得揀嗰個，佢可以揀嫁入豪門，佢可以揀唔嫁，佢可以揀攞錢走人，佢可以揀復出拍戲，佢可以揀過自己想要嘅生活。呢啲自由比起一個豪門太太嘅名分珍貴太多。你諗吓，如果佢當年嫁入李家，而家會點可能？佢都要學規矩，要生仔，要出席慈善晚宴，要同其他名門斗靚斗斗行頭，要忍受老公可能出面有第二個，仲要成日俾傳媒追訪佢自己呢？佢嘅演藝事業冇咗佢嘅自由，冇咗佢嘅性格都要收埋。你話呢個係幸福定係犧牲？但而家呢，佢有晒呢啲嘢，佢有仔、有錢、有自由、有事業、有愛情嘅選擇權，佢仲可以維持自己嘅知名度，繼續做自己寵意嘅嘢。呢個先係最精明嘅計算。我成日話，做人最緊要係清醒。你以為豪門係天堂，其實豪門係一個戰場，而且你永遠唔會贏。梁洛施就係一早睇穿咗呢一點，所以佢選擇唔入戰場，而係喺戰場外面攞走咗最值錢嘅嘢。呢啲先係真正嘅人性高手。佢唔需要一個名分嚟證明自己，因為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係贏家。你笑佢入唔到門，其實佢笑你睇唔通。所以你問我做一個有錢但要守規矩嘅豪門，媳婦好啲定係好似梁洛施咁攞錢走人，自由自在好啲？我會話你問得出呢個問題，代表你仲未睇穿豪門媳婦嗰啲有錢係人哋施捨俾你嘅，你要用自由同尊嚴去換。而梁洛施嗰啲有錢係佢自己賺翻嚟嘅，佢想點使就點使。呢個分別你明唔明？如果你都明嘅話，就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真心話。三個李家繼承人呢5個字喺香港商界有幾重，你知唔知？我話你知呢5個字重過成個太平山。李嘉誠係咩人？香港首富。佢個帝國由地產到基建到能源到零售，你行出街望下四周，有幾多嘢係佢嘅？李澤楷又係咩人？自己另起爐灶，搞電影，搞保險，身家早已經過咗幾百億。呢種家族錢只係一個數字，真正值錢嘅係血緣，係繼承權，係你個仔將來可唔可以入到董事局嗰張。梁洛施生咗3個仔，你以為係意外？我話你知，呢啲先係最高招嘅佈局。3個仔唔係一個，唔係2個，係3個。你知唔知點解要3個？因為一個可能係意外，2個可能係好彩，3個就係鐵一般嘅事實，代表呢個女人喺李家嘅血脈入面已經落地生根，你點都氹唔走。你睇下李澤楷咁多年，身邊女伴好似走馬燈咁轉，但係邊個幫佢生個仔？淨係梁洛施一個，呢個就係佢嘅獨家籌碼。香港呢個地方，有錢人最怕咩？最怕後繼無人。你賺咁多錢，最後冇人繼承，咁你成世人咪得個吉。所以生仔呢回事，對於豪門嚟講唔係感情事，係生意事。梁洛施生咗3個仔，仲要3個都係仔，呢個概率你有冇諗過有幾低？你話佢唔係有策略咁做，我打死都唔信。佢就係知道喺呢個家族入面，仔就係最大嘅通行證。你唔使結婚，
你唔使入門，你只要生到仔，你就永遠都有話語權。但呢度有個好微妙嘅位，就係佢選擇咗唔入門。你以為唔入門係蝕底，其實唔入門先至係對佢同啲仔最好嘅保護。你諗下，如果佢真係嫁咗入李家會點？佢就正式成為李家媳婦，要守李家規矩。佢啲仔就正式成為李家嫡孫，要由李家話事。但李家內部有幾複雜，你知唔知？李澤楷同佢大佬李澤鉅之間嘅暗湧，咁多年嚟傳過幾多是非，豪門內鬥，從來都係最血腥嘅，唔係講打講殺，而係講權力、講金錢、講地位。你一旦入咗呢個局，你就避無可避。你啲仔咁細個已經要捲入呢啲鬥爭，你話做阿媽嘅心唔心痛？但係梁洛施選擇唔入門，佢啲仔就唔使直接捲入呢啲豪門內鬥，同時佢哋嘅繼承權又因為血緣關係而得到保障，呢個先至係最聰明嘅地方。名分係虛嘅，血緣同財富控制權先係實嘅。你爭個名分可能要賠上自由同尊嚴，但你保住血緣呢條線，你就永遠都有籌碼喺手。呢啲就係睇嘢要睇長遠。如果你係佢當年，你會唔會死纏爛打，一定要個名分？你會選擇爭一口氣，定係選擇攞一筆錢？大家理性討論下，睇下邊種人更容易喺社會生存。講完3個仔，我要同你拆解下嗰5億分手費。你以為5億只係錢？我話你知，呢5億係尊嚴，係底氣，係一個女人可以挺直腰板行出呢段關係嘅本錢。你諗下，如果梁洛施當年乜都冇攞到，只係帶住3個仔黯然離場，外界會點睇佢？真係會笑佢做豪門棄婦，笑佢俾人玩完即棄。但係而家呢5億分手費，加上加拿大豪宅，加上3個仔嘅撫養權，呢啲嘢加埋一齊，你就知道呢個女人唔係被動嘅，佢係有備而嚟嘅。5億呢個數字唔係求其講嘅，呢個數字代表佢喺呢段關係入面嘅價值。你冇呢個價值，人哋點會肯俾5億你？呢個就係佢嘅本事。5億背後仲有一樣嘢，就係自由嘅代價。你攞得呢筆錢就代表你要同呢段關係做一個切割，但呢個切割唔係佢被逼接受，而係佢自己揀嘅。佢寧願要5億同自由，都唔要一個豪門媳婦嘅名分。你話呢個係咪一種清醒？你以為5億好容易攞？你試下去同一個豪門男人講分手，佢會唔會咁順攤俾5億你？呢個背後唔係感情，係博弈。梁洛施能夠喺呢場博弈入面攞到咁多證明，佢唔係一個普通女人。同埋你有冇發現佢呢幾年開始復出拍戲上綜藝節目？你以為佢係為咗搵錢養家？佢有5億身家，使乜出嚟捱更抵嘢？但佢偏偏要出嚟，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要話俾世界聽，我仲係我自己，我唔係淨係李家3個仔嘅阿媽，唔係李澤楷嘅前女友，我係梁洛施，我仲有我嘅事業，我仲有我嘅理想。呢種心態比起嗰啲嫁入豪門之後就消失喺公眾眼前嘅女人高出幾多班。佢唔需要個靠男人俾佢身份，佢自己就係自己嘅身份。女人最緊要係咩？你有得揀，佢而家就係全香港最有得揀嘅女人。佢可以揀拍戲，佢可以揀唔拍戲，佢可以揀湊仔，佢可以揀去旅行，佢可以揀拍拖，佢可以揀單身。呢啲就係自由，呢啲就係底氣，呢啲就係5億加3個仔帶俾佢嘅嘢。好多人話佢係豪門棄婦，但如果你有5億同3個李家後代，你中介唔介意？人哋點叫你？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面子重要定係入袋平安重要？你諗深一層，呢個社會成日話女人要嫁得好先至係人生贏家，但係呢套觀念已經 out 到爆。
梁洛施冇嫁入豪門，但係佢得到嘅嘢比好多嫁入豪門嘅女人更多。你睇下，嗰啲嫁入豪門嘅女人表面風光，實質上每日都要過住戰戰兢兢嘅生活，因為你嘅一切都係人哋俾你嘅。老公一唔中意，你可以即刻一無所有；奶奶一唔滿意，你可以即刻被打入冷宮。你嘅錢、你嘅地位、你嘅生活，全部都係靠人哋施捨。但係梁洛施唔同，佢嘅5億係自己嘅，佢嘅豪宅係自己嘅，佢嘅仔係自己嘅，佢唔需要靠任何人，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分別。你話呢種人生係咪先至係真正嘅贏家？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對3個仔嘅教育。你以為佢淨係掛住自由，冇理啲仔錯？佢用咗好多時間同心思去湊大3個仔，佢啲仔而家又乖又生性。呢啲唔係我亂講，你睇下，佢平時出 post，成日同啲仔去玩、去旅行、去行山，感情好到不得了。你話佢只係為咗錢先至生仔，呢個講法太膚淺。一個女人肯用自己最好嘅青春去生3個仔，背後一定有好深嘅計算。佢計算嘅唔止係錢，仲係將來佢要確保自己同啲仔都有保障，呢個先至係做阿媽嘅責任。你以為佢冇爭取過名分？佢可能爭過，但佢知道爭唔到，或者爭到都冇意思，所以佢揀咗另一條路。呢條路唔好行，但佢行得好好。所以你要睇人性，就要睇呢啲位。人性唔係非黑即白，唔係你以為嘅咁簡單。梁洛施嘅故事唔係一個被拋棄嘅女人嘅故事，而係一個女人喺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入面，點樣用自己嘅方法去為自己同仔女爭取最大利益嘅故事。你可以唔認同佢嘅做法，但你唔可以否認佢嘅做法好有效。呢個社會就係咁現實。你冇本事，你冇籌碼，你連企喺度講嘢嘅資格都冇。梁洛施有本事有籌碼，所以佢可以好優雅咁轉身。你話呢啲叫咩？呢啲就叫生存智慧。其實我好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係梁洛施20幾歲嗰陣，有個有錢人追你，話想同你生仔，但係唔會娶你，你會唔會應承？你唔好即刻答我。你諗真啲，生仔唔係去街市買菜，生完出嚟你就要負一世責任，你仲要承受外界嘅眼光，你仲要面對將來嘅不確定。你夠唔夠膽賭呢一鋪？好多人淨係睇到佢而家幾風光，但係你知唔知佢當年承受咗幾大壓力？一個後生女仔未結婚就生3個仔，仲要係同一個唔會娶你嘅男人。你諗下，嗰時嘅報紙雜誌會點寫佢？但係佢頂住咗呢啲，先係真正嘅膽識。你以為佢嘅成功係運氣？運氣只係其中一部分，更多係佢嘅眼光同決心。所以我成日話，做人要識得睇長遠。你今日爭一口氣，明日可能輸晒成副身家。你今日退一步，明日可能海闊天空。梁洛施就係退一步。嗰個佢唔爭名分，佢攞錢走人，結果佢而家要乜有乜。你話呢啲係咪就係人性嘅取捨？呢個世界好公平㗎，你要得到一啲嘢，就要放棄另一啲嘢。問題係你識唔識得揀邊啲嘢係值得放棄，邊啲嘢係一定要保住。梁洛施揀咗放棄名分，保住自由同底氣，呢個選擇你話佢錯？時間已經證明咗一切。你望下而家嘅梁洛施，38歲，信佛食齋，朝早起身去行山，跑完步返嚟沖個涼素顏出街，頭髮就咁綁條馬尾，着件白恤衫牛仔褲，成個人清清爽爽。你話佢似咩？佢似一個啱啱讀完書出嚟做嘢嘅女仔。你點會諗到佢係3個李家後代嘅阿媽？佢仲走去拍文藝片。唔係嗰啲大製作商業片，而係真真正正嘅文藝片，講人性，講情感，
講一個女人嘅內心世界，你以為佢係玩玩下，其實佢係用呢種方式話俾全世界聽，我唔係你家嘅附屬品，我係梁洛施，我仲有我嘅追求呢種輕盈感。你知唔知係點嚟？我話你知，係源自於佢徹底睇透咗名利遊戲，但係又唔俾遊戲規則綁架。你睇下，有幾多人一入豪門就出不返嚟？你以為佢哋唔想走咩？佢哋想走，但係走唔到。點解走唔到？因為佢哋貪個名分，貪個地位，貪嗰啲表面嘅風光。你一旦貪，你就會被呢啲嘢綁住，你就會驚失去，你就會越踩越深，最後連自己係邊個都唔記得。呢個就係人性入面最可怕嘅貪婪。但梁洛施最勁嘅地方就係佢唔貪。你以為佢唔想要名分，佢可能都想要，但係佢知道咩嘢先至係真正對自己有益。佢唔會為咗一個虛嘅名分去放棄自己嘅自由同尊嚴。呢種唔貪先至係最高級嘅聰明。你睇下而家嘅佢，成個人散發出一種好舒服嘅氣場。佢唔使再理會傳媒點寫，唔使再理會外界點睇，唔使再理會你家有咩動靜。佢淨係做好自己，湊大3個仔，讀黑佛經，做黑運動，拍下自己中意嘅戲。呢種生活，你話係咪好多人恨都恨唔到？你以為佢會好憔悴，好後悔，好孤單？你錯晒佢。越嚟越後生，越嚟越靚，越嚟越有氣質。呢啲就係內心平靜嘅力量。你個心靜，你個人就靚，你個心暖。你搽幾多名貴護膚品都冇用呢度。我要同你講一個人性嘅真相。點解好多人入咗豪門出唔返嚟？唔係因為佢哋冇能力走，而係因為佢哋太貪心。佢哋想要名分，想要地位，想要老公嘅愛，想要奶奶嘅認同，想要藝人嘅羨慕。你咩都想要，最後咩都做唔實。你越係用力捉啲嘢，就越快喺你指縫中間流走。梁洛施就係唔貪，佢好清楚自己要咩。佢要嘅係保障，要嘅係自由，要嘅係自己嘅人生。呢3樣嘢佢全部攞到手。你話佢係咪人性高手？你話佢係咪一個真正嘅聰明人？睇完梁洛施嘅半生，你覺得佢係佈局高手，定係純粹運氣好？如果你人生都有一次機會，要喺名聲同實益之間揀，你會點揀？我想睇下我嘅觀眾入面有幾多個係聰明人。其實講到底，人生如戲，每個人都有自己嗰份劇本。問題係你想做一個跟住人哋劇本走嘅配角，定係做一個自己寫劇本嘅主角？梁洛施揀咗做主角，佢冇跟住嗰套一定要嫁入豪門先至叫成功嘅劇本。佢自己寫咗一套新嘅呢套劇本入面，佢唔使做一個委屈嘅媳婦，唔使做一個聽話嘅老婆，佢只需要做一個清醒嘅自己。你話呢個係咪一種更高嘅人生境界？呢個社會成日同你講，女人要嫁得好先至係圓滿，男人要揾到錢先至係成功。但係呢啲嘢真係你想要嘅咩？你為咗呢啲所謂嘅圓滿，放棄咗幾多自己？你原本憎意畫畫，因為要嫁入豪門，你唔畫啦，因為奶奶話畫畫冇用。你原本曾意旅行，因為要相夫教子，你唔去啦，因為老公話你唔喺屋企邊個湊仔。你原本有個夢想，因為要迎合呢個社會嘅標準，你放棄咗，到最後你得到咗咩？你可能得到一個名分，但係失去咗自己呢啲交易，你話值唔值？梁洛施教識我哋一樣嘢，就係唔好活喺人哋嘅眼光入面。你幾努力都好，總會有人話你唔好。你嫁入豪門，有人話你貪錢，你唔嫁；有人話你失敗，你生仔；有人話你搏上位，你唔生仔；有人話你唔識生。你點做都會有人講。咁點解要理佢哋？你只要知道自己要乜，然後準確攞到手，
最後仲可以全身而退，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本事。梁洛施就係做得到，佢唔係李家嘅附屬品，佢係佢自己。呢句說話講出嚟好簡單，但做到嘅人有幾多個？你睇吓，佢呢排嘅訪問，佢講嘢不緊不慢，眼裏面冇嗰種功利嘅光，亦都冇嗰種怨婦嘅氣。佢話自己而家好享受生活，好感恩有呢3個仔。佢講起以前嘅事冇回避，亦都冇後悔。呢種坦蕩就係因為佢知道自己揀啱咗路。你話佢唔羨慕嗰啲嫁入豪門嘅女人，佢可能羨慕過，但係到咗今日，你覺得仲有咩好羨慕？你有嘅嘢人哋冇，人哋有嘅嘢你未必想要。呢個就係唔同層次嘅人生。再講佢信佛呢樣嘢都有啲意思。佛家教人放下執着，但係唔係叫你乜都唔要放下執着，係叫你唔好俾慾望控制，你唔好俾名分呢樣嘢牽住鼻哥行路，你唔好俾外界嘅眼光控制你嘅人生。梁洛施信佛、食齋行山呢啲嘢，令到佢個人更加平靜，更加清楚自己喺度做緊乜。呢種狀態，你話係咪就係一種真正嘅成功？成功唔係你有幾多錢，唔係你有幾大嘅名氣，而係你夠唔夠清醒，夠唔夠自在。我成日都話做人最緊要係清醒。你糊糊塗塗咁過一世，人哋話乜你就做乜，咁你同隻邪仙公仔有咩分別？你要做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就要學識思考，學識揀，學識為自己負責。梁洛施就係一個好清醒嘅人，佢好清楚自己嘅位置，好清楚自己嘅籌碼，好清楚自己嘅目標。佢一步一步行，冇行差踏錯，最後行出嚟嘅結果就係而家呢一個佢。你話呢啲係咪好值得我哋學習？當然唔係叫你學佢咁去生3個仔。每個人嘅路都唔同，但係你可以學佢嗰種清醒。你問下自己，你而家做緊嘅嘢係你自己真係想要嘅，定係人哋想你要嘅？你同緊嗰個人一齊，係因為你真係愛佢，定係因為你驚寂寞？你讀緊嗰個科，係因為你有興趣，定係因為阿媽話好？你返緊嗰份工，係因為你從意，定係因為你唔敢轉呢啲問題？你靜落嚟諗吓，你就會知道自己有幾清醒。如果你發現自己一直以嚟都係跟住人哋嘅劇本走，咁而家開始改都仲嚟得切。人生好短，唔好浪費時間喺一啲你根本唔想要嘅嘢上面。所以睇完梁洛施嘅半生，你學到啲咩？你學到點樣取捨？你學到點樣保住自己最重要嘅嘢？你學到點樣唔被外界綁架？你學到點樣活得輕盈？呢啲嘢書本唔會教你，老師唔會教你，只有你自己喺人性嘅磨練入面先至會明白。梁洛施用咗10幾年時間去證明咗一個道理，就係女人嘅價值唔係由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家族去定義，而係由你自己去決定。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好深刻嘅人性啟示？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啟發，或者幫你睇清咗啲嘢，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再轉發俾你身邊嗰啲仲喺度轉牛角尖嘅朋友。人生好短，活得清醒先至唔枉此生。下次見，我哋再傾。